拢讲这个水果皮面顶的蜡甲粉会致癌，所以像恁个像这个葡萄，咱要食，拢要甲皮下掉、掰掉。其实这拢是错误的资讯，只要正确来处理，这个水果连肉带皮做伙食，对身体才是好。今仔日的拍假特工队。 西方人伫讲，一天一粒苹果健康免烦恼。要过网络有真侪传言，讲这个水果面顶的蜡加粉真毒，而且会致癌，爱浸苏打，啊若无就用面粉落去卤，才食了会安心。台湾的水果敢真正互人食袂放心？食药署出面讲清楚。食品添加物标准里头第17类也有允许业者可以添加，例如油酸钠等等的几项这个添加物。 在水果的这个果实的表面，帮助保护。苹果加一年食用蜡是防止运送的过程中克伤。葡萄表面的白粉是水果本身分泌的保护膜。阮这一步去问营养博士，水果蜡其实就是膳食纤维，对人体根本无败害。蜡呢是属于长链的脂肪酸，在人体的消化道里面没有这种酵素可以去消化长链的分子。 所以呢，这个蜡在体内呢，一样没有办法被消化跟吸收，会被排出人体之外。国际研究已经证实，果皮的营养价值是果肉的2到6倍。像是苹果里含有许多矿物质，里头的胡皮素可以抑制过敏反应；像是葡萄里的多酚含量也非常高，甚至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。 有关网络在传来传去洗水果的方法，学者嘛破除谣言。如果我们把水果然后浸泡在比如说偏酸或偏碱溶液，也有可能会影响它里面原本含的营养素它的一个含量，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就是用清水冲洗会比较好。 水果正确洗法有3部分，像苹果较大粒的水果，冲水过了，还佫用手落去卤。啊，若像葡萄这款一粒一粒的，就夹落了才去洗，再来用清去清伊蒂头蒂尾，将这个残留农药甲清掉。最后伫个水内面甲浸20分钟，其实就会使安心享受水果大餐。